課時大家跟老師學寫毛筆字，正想得中一撇，那麼難寫，老師撇下不要幻想，讓自己很有閒情，把這一撇拉成一道美麗的狐狸，唔係弧線，它美人的眉毛像迷人的眉毛，眉該是什麼樣子？結果才能將了撇成一圈，黑到全黑到像是三國表演裏像飛的眉，下課鈴響了，老師笑道：告訴我們他很感動，因為我們的學習態度很好，全班都又專心又認真。他說從我們每個人的臉上可以看得出來，大家趕忙跑到廁所去照鏡子，果然每個人的臉上都化了黑妝，真係化妝嗰啲妝。張志明的最下那考正好一團墨汁塗在鼻子上，他用手去抹，越抹越大，最後變成了鳥鼻大，烏鼻大將軍。我把寫字簿帶回家給媽媽看，媽媽耐心地從第一個撇一想到最後一撇，點頭說：書法果然是一門高深
高深的藝術，呢度係一個大啲嘅藝，我寫咗相同的一撇，你就有30種不同的撇法。厲害！等一陣呢bài黃淑芬同埋個名就係學寫毛筆寫，呢個係字，呢個係閱讀第一課。